早晨，而家香港天氣咧係最適合跑步，基本上咧每一日都會跑嘅。但係多數朝頭早，如果唔使做嘢，有時有啲朋友一早6點鐘跑，有時好似今日咁唞完 Jack 翻落先跑。咁好多人問我平時跑步可以去邊度撞到你啊？咁我而家咧身處喺好靚嘅維多利亞港嘅海濱長廊，咁就一路跑到去邊度，啱啱就知㗎。咁好多人都知道，我起碼跑咗超過10年啦，呢個已經係我嘅生活嘅一個習慣。咁我覺得養成呢個習慣，唔單止對任何人咧都一定會好嘅。咁靚嘅陽光可以吸收好多正能量，同埋最重要咧可以 fit 啲、健康啲。咁你有個健康啲嘅身體、健康啲嘅魄力，先可以應付你工作、應付你日常生活。要湊小朋友啦，咁所以家庭最重要係咩？正能量。因為你多啲運動，要吸收多啲正能量咧，你嘅人嘅磁場都會特別開心，都會特別正向。去做起任何事上嚟都特別順嘅。我都幾鼓勵身邊嘅朋友，甚至乎你哋啦，如果有時間都定起心肝做運動。好似我哋咁忙都有時間做運動，你都可以抽翻1個鐘頭跑下步，或者做下其他運動。而家要繼續跑先啦。呢個香港嘅避風塘啦，擺人平嘅地方。今日天氣好靚，準備跑出維港。我呢個身後咧就係香港海底船，呢邊咧冇人維港啦。而家維港多咗好多嘢，呢度咧有地方去食下嘢、飲下嘢啦。跟住呢邊咧有個餐廳仔，而家幾舒服嘅。呢個海濱公園咧好正，咁好大，好多空間。有陣時咧我都會帶 Jack 去呢度踩下單車，玩下滑梯去跑下咁樣。咁而家我一路咧就出發跑緊去會展啦。話咁快我就跑到嚟紫荊廣場同埋會展啦。基本上呢條跑道咧多數每日都經過嘅，因為呢度好舒服，又有風有風景，可能個人都精神啲。我哋嘅維港景色咧，即係唔講少，真係非常靚嘅。無論日頭、夜晚都正嘅。話咁快咧，就跑到6K 幾，就跑到去我平時一定要嚟嘅地方。噔就係摩天輪啦。基本上咧，每一次我都要將佢變成我目標。即係有時由天后嗰邊跑過嚟，有時由西環跑翻過嚟呢邊咧，所以咧嚟親咧都要打張卡嘅。打張卡先。好啦，而家回程啦，回程嘅風景都好靚噶噃。今朝嘅目標已經達成，今日天氣咧跑咗仲有0.03，就11公里，跑完啦，開心，跑咗11公里，6分08步速，1個鐘頭10分鐘，耶！跑步跑過成分啦，好辛苦啊！今日仲未到啊，好悶啊！跑啦，已經揾到跑步樂趣，加上跑步啦，成個人充滿晒能量啊！今日係一段好緊要嘅事做，關於我哋馬來西亞嘅賀歲電影。就要去錄歌，啱啱又要教到主題曲，希望到時大家多多支持，祝大家有個愉快又美好嘅一天。記得今日抽啲時間做運動啦。